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6月初2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04篇24节到35节，以赛亚书32章11节到17节，加拉太书第5章16节至25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人性、灵性。追求人性维持人性，好那亲像是真简单的作为啦吼。但是就基督信仰的角度来看，维持人性是违反圣经的教导，因为人必须爱被改变，无搁再只有家己的人性。咱是应该爱有上帝的神性，这个神就是上帝的性情。若无有改变、无愿意受改变的人，是一个追求安逸，却是违背上帝旨意的人。要改变呢，真正是困难，有的时阵也真痛苦。就好那亲像咱讲伫生理上，咱称做心中痛共款。要爱改变，总是会带来无习惯，甚至痛苦的感受。以圣经的角度来看，无愿意被改变的人，就是遐会被称做伫安逸中间的遮个人。以赛亚先知安尼讲着有言。恁一向无忧无虑，过着安逸的生活。现在恁着爱恐慌啊！恁爱脱衫落来，用破布束腰。恁着爱垂胸哀伤，因为肥嫩的蚕过真远拢毁灭啦。伫我的主民的土地顶悬。生满刺皮甲一厘，恁着爱为着过去欢喜的家庭、欢迎的城市来低靠。王宫要变做趴园，闹热的城市也变做无人出现。遐要塞、遐堡垒要成做野兽的洞穴。野驴要伫迄个所在佚佗，羊群要伫迄个所在食草。伫遮即个安逸的意思看起来，就是一个人无有警醒的心，所以就会离开着上帝的道路。即种顺着人性的生活，失去了着即个属灵的警醒。失去了这个听上帝圣神声音的快乐，也好那亲像伫以赛亚书30章21节的经文安尼甲咱讲：无论恁偏正边还是偏倒边，恁会听到后面有声对恁讲，这是正路，恁着行伫这条路。保罗甲加拉太地区的基督徒劝勉，伊提到着：我所要强调的是，恁的言行着爱顺坦圣神的引带，毋通满足家己本性的欲望，因为本性的欲望甲圣神互相对敌，彼此对立。互恁袂为做家己所愿意做的，所以亲像以赛亚先知所讲的，基督徒伫生命应当着爱追求属灵的生命，无应当只有顺着家己的本性，因为正做基督徒，互咱应该爱顺坦圣神的引带。爱有圣神的特质，就亲像李登辉总统伫在世时捌讲过，伊用保罗的教导安尼讲：
我无搁再是我的我，而且第一个我就是属于人性的我。后面咧讲到无搁再是我的我，是讲到一个受到圣神拯救和圣神改变的生命的特质。那安尼的生命就是属于圣神，无搁再属于人性。安尼的人就会通听天圣神的提醒，会通跟对圣神的引带来行往得救的道路，袂跌到行偏差，因为安尼通得到救恩。咱转来到伫上帝的恩典内底，以赛亚先知也安尼讲。但是上帝要搁再次来差遣伊的圣神来到伫咱中间，下远的土地要变做肥田，肥田会成做无生的树林，到处拢有正义有公道，因为人人行正直，因将永远的安乐伫遐徛起，因为听见着圣神引出的声音，人的心就要变成做肥田，就要成做无生的树林，无搁再偏离道路。保罗搁较明白来提到迄个人性的问题。伊讲人本性的欲望是显明的，伊表现伫即个淫乱、污秽、行奸淫、偶像崇拜、巫术、受熏、斗争、怨恨、受气、好争、分派、结党、嫉妒、好酒、车花、宴乐，以及其他类似的代志。咱对过去就经过恁，现在阁经过恁，做即种代志的人，一定袂为成做上帝国的子民。那是保罗提醒基督徒，应该爱互圣神来引带，来行咱人生的道路。保罗继续安尼讲，但是如果圣神引带恁，恁就无阁受到法律的拘束。至到伫圣神所结的果子，就是博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仁慈、良善、忠信、温柔、尊责。这事无有任何法律会来禁止。遐属于基督耶稣的人也已经将因的本性甲一切的邪情私欲，拢钉伫十字架顶悬。既然圣神赏赐咱新的活命，咱就应该爱互伊来引带咱的生活。咱袂通骄傲，袂通彼此来激气，互相来嫉妒。加拉太书第5章22节到23节，咱所熟悉的这个圣神的果子，基督徒应该爱结出的圣神的本质，活出圣神的果子，互周边的人看到咱，就知咱是属圣神的，毋是属人的人性。前一摆咱伫分享浪子的故事的中间，咱也讲到伦理甲界线。咱一定真想要知，是讲一般咱的界线伫倒位。一旦咱有圣神的引带，咱属伫圣神的时阵，其实这个辨别都无困难。如果咱犹原用人性做思考的时阵，就非常困难。甚至足侪人咧认为讲，咱家己提醒这个伦理的界线，就是互人认为讲，咱咧共欺负。但是
因为迄无用圣神的果子去思考，无属于圣神的性命。好那亲像保罗伫写批互加勒泰地区正教会的基督徒即种的提醒共款。咱若看见对第19节到20节，属于人性，无属于圣神即种的品格。22节到23节就是属于圣神的品格。也就是讲，基督徒所应该爱追求的是一个全然被改变的生命品质。无搁再是就一个追求人性的需求，乃是用上帝眼光来看家己的生命，证明家己是属上帝的、属圣神的。诗篇104篇24节到35节，上主啊，你所做的遐尼济，拢是你用智慧所做。全地满满是你的创造，伫遐有海大搁阔，内面有算袂了的动物，大细的活物拢有。伫遐有船得行，有你所创造的海兽游来游去，才会拢得靠你。你照时互因食物，你迄互因。因就站起来，你掀开手，因就有好物食到饱。你面越走，毋看因，因就烦恼惊吓。你将因的气收回，因就死去归回土粉。你一个分开，因就受创造。你互地面拢换新，愿上主的荣光永远属存。愿上主因为家己的创造欢喜，伊看地，地就震动；伊望山，山就庆烟。我要一世人对上主来吟诗，我要我第一时要对我的上帝唱歌学乐。愿伊欢喜接纳我的默想，我要因为上主欢喜快乐。愿罪人对世上消灭，愿歹人拢无去。我的心神啊，着称赞上主，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恳求圣神入阮的心，引带阮行人生的道路，互阮袂跌到伫半岛，行偏差的道路，互阮的生命全然会翻转，有圣神会抛开。结出圣洁的果子，感谢祈祷，上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